谢熊。全家有机会就讲咱出来第5个人。来到本节目挑战阮的题目，过5关饼奖金上侪3万5，请各位你早登去哦。今日甲摕到登去哦。好，今日介绍咱2队来宾，我这边先来，阮的迄落啊叫做啥？台语哇哈哈。哇哎呀，哇哈哈过来啊啦，来哈好万呐。而且这队吼，你出来，我想你会较轻松。哦，我今仔日这家己报名来。拢最厉害，拢是老师。先介绍队友来起来。来，我是高雄来洪丁。洪丁是，我较早伫股票公司食头路，啊，即马退休了吼，伫迄个要去迄个台语，国小吼教台语，教一档代课的安尼。今日你就爱看你啊哦。哦，尽量啦，有想要甲奖金摕到顿无？当然嘛有。阮奖金本早3万，即马3万5呢。我知。好，甲摕到顿去哦。好，欢迎你来讲啥来去？大家好，我是卢秀玲，吕重斌的吕，我是咧国中教国文，其实台语嘛袂啥会认得，啊，毋过毋捌荣耀过，头一摆来参加着台语台，感觉真趣味。好，欢迎你哦，来讲啥来去？大家好，我是王英东，我是伫去年开始伫学校教册。欢迎你呢，东哥哈，来讲啥来去？大家好，我叫辛武璇，我伫国校咧教册，因为我最爱看这个节目，所以我就来参加，因为我感觉这个节目的台语节目，迄个活动最趣味的，所以我今仔一定要来拼奖金。谢老师伊都爱叫你学生啊看哦。哎呦，一定。因为阮的节目就是吼，大家囡仔大人啊、老人啊、阿公阿妈啥拢会当看，家伙看到大家欢喜，真侪物件拢分享出去安尼。所以讲你一定要叫你学生啊来甲阮收看者哈。嘿，欢迎你哦。好，来换恁这边啊哦。是，恁这边是台语哇哈哈。是。阮这边是朋友做阵拼，欢迎咱队长李碧雄啊。碧雄啊。欢迎。大家好，我是李碧雄，我头一摆来耍，我带我的朋友全部有2个足够讲台语的，有2个是演员，我的台语袂认得，但是我定定听我的阿母讲。你袂认得，你讲了真好啊！真正是吗？你是当地人？我是马来西亚人。哦，咱马来西亚人会晓讲淡薄仔福建话，但是甲台语是无像的。就正像我是讲无像的，但是台语是无共款。咱讲开车，咱是华车。华车。哦。食鱼啊，咱是食河。淡薄仔无像，但是我会晓讲会晓听，但是袂认得。嘿，欢迎你哦，弟弟。好，来，我带你去介绍队员。大家好，我是根金，我是一个演员，我之前有拍过八点档一个团员，这是我第3遍来遮，希望今日会当摕到奖金。好，来，介绍你去。大家好，我是田乐，我嘛是一个演员，然后今麦伫咧拍戏，然后我来遮第二摆，我想要来遮好学台语。是，好，欢迎你哦。好，来，介绍你去。大家好，我叫做 Michael， 我是队长的朋友，今日来甲斗3工。是，欢迎你哦。好，来，我刷落去吼。这就是吼，有影甲我有关系啦。你有关系？我来讲，阮制作单位就讲一定爱讲，这甲我真正有影有关系。是。嘿，甲我真好。安怎？嘿，伊叫水饺。水饺甲恁无好吗？水饺甲我真好。因为伊叫水饺哥哥。啊，对，那介绍一下水饺哥哥。来，我唔捌看你安尼歹势，麻烦势吼。大家好，我叫饺子啊，我甲迄个美秀姊啊、阿姊啊，拢是老朋友啊。今仔是队长招我来，我嘛足久我看到大家啊，我就想讲甲答应，我来上节目啊。嘿啊，甲你欢迎你。好，来，今仔来介绍咱的台语顾问老师哦。是，欢迎咱的王秀荣王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秀荣。若要水食果子，若要巧讲台语，高雄到马来西亚讲台语国际化，逐工讲，逐工笑哈哈。都有关系哦，因为讲台语一定会笑哈哈啦哈。好，今日咱第1回合主竞赛开始。
4字斗一字，主持人出题目，题目有4个字，逐字拢会当甲中央的答案斗出一个台语词，只要斗出正确的答案，就会当得到分数。上尾啊，分数上悬的家庭就赢咯。嘿，4字斗一字。好，大家做伙题。哦，4字斗一字，意思就是讲，咱有4个字拢有伫个内底，中到底是啥物货，是毋是？啊，迄个字最好甲这4个字斗起来了，就是4个正确的名词。啊，你咱分数哪算？好，咱这回合有3题，分数较高的队伍会使得到奖金5000块。第一回合无，会记哩哦吼，写完了后紧的试。来，上尾咱请出题。请问什么丝、什么豆、什么底、什么海咧？嘿，丝豆底海哦，中什么字咧？来，咱请手答，紧来写，写完紧来试。来，下丝、下丝、下底、下底、下海、下海、下豆。哦，真好，啊，你通下做一个句做一个完整的。我的物件放在下豆。放下豆，放下豆，下底。哦，下底，会嗨哟，嘿，啊，老过会海。我唔捌绕过下海。绕过下海，过来。西关的西。我的顶丝，嘿，就歹。你的关的丝，关的丝，哦，过来，好，搁一次。我调下豆拢会困。困中豆的意思啦。好，来，我问老师哦，老师安尼对唔对？对，健康。好，来有分数。就一定要1分哦。好，咱请老师来解释这意思哦，哈，来，老师。迄个诗就是管理的意思，哈啊，所以伊是这个答案是下诗嘛。啊，咱有一句俗语叫做“顶诗管下诗，低头管本机”，哈，所以就是安尼哈。过来就是迄个下豆，迄个豆就是日时的意思，哈，就是日个暗时是夜嘛，哈啊，所以这个下豆就是超过的日时的下半部安尼，哈，麦当讲迄个下部安尼哈，好，过来迄个下底，千万唔好讲下面，因为下面是华语，所以咱尽量讲下底，哈。啊，若准讲是下丝，会当讲下骹手人，哈。啊，佫有另外一个下骹会当讲，刷到迄个下海就是即个所在嘛，哈。啊，毋过有一句定定听到的就是绕下海，嘿，就有当时啊讲真正下海绕去。你毋捌绕过下海，啊，毋过你可能有甲人开讲，甲人伫遐绕下海。所以绕下海当讲开讲，嘿，所以请问你敢有绕下海过？对，好，多谢。好，来，上个，咱请出题。请问什么主、什么情、什么理、什么心呢？哦，主情理心，中到底什么字呢？来，咱请手答，写，来，紧来试。哦，那我这边较紧的，来，建议。真心、真情、真理、真主，是啊，什么意思咧？我用我的真心对别人，别人嘛用伊的真心对我。我真情安怎？我真情安怎？真情啊！我甲我老爸真好，安尼敢对？亲情安尼讲，亲情安尼。你会使讲你用你的真心去换恁女朋友的真情哦。啊，理是真理是我的真理。啊，咱做人爱相信真理。哦，我送我女朋友珍珠。哦，这讲了上紧。来，老师安尼对唔对？对，会使。好来分数我加入去。你得第2分哦。有辛苦了。来，咱请老师来解释。来，老师。做句拢做了袂歹，啊，毋过迄个珍珠的部分哈，要提醒就是讲，一般咱若写华语迄个珍珠哈，像《俗语养生记》呢，主题曲就真好听，珍珠乌圆。你是珍珠，我是乌圆。嘿，啊，迄个珍珠毋好写为丁去。迄个丁是迄个丁烧的丁，还是汉药内底有八丁？八丁八种药材，是爱这个金
对啊，其他迄个真情，这拢足简单的嘛吼。过来是真理，就是讲上帝啊，是讲什么无法度改变的迄款道理。吼，啊，毋过咱人爱有批判思考的能力，有当时啊会当去思考一下，敢是真正是真理。啊，真心这是做人上基本的。吼，啊，你的发音足好的，因为你拢有甲合顿，真心，真心，嘿，迄个心有合起来，合到内底安尼。嘿，好，后来上诶，咱请出题。什么门，什么客，什么厝，什么家咧？哦，门客厝家，中到底什么字咧？来，咱请抢答，好，今日下期。哦，同款这边呢？哦，来，是来朋友。离门，离厝，离客，离家。家。哦。是对的吗？对啊，我要问，啊，你的造句我听看卖。来，你念一我买新厝，你有开离厝 party。哦，离厝 party， 来，赞。厝 party。离客是人客还是人？应该是离客。哦。我足侪朋友来阮兜做离客。哦。你是安尼讲吗？过来。那离家。离家我就唔知啦。离家是啥物？你写，你问我，唔是，你写的，我照顾的尔。无听到老师讲安尼意思是对的哦。我来问看卖。你决定是安尼哦。好，这里答，我来问老师哦。好，来，老师安尼对唔对？开始。哇，你了解，来，机会来啊。什么门？什么客？人客嘛，人厝，人家。人门哎，唔听过嘿，对。哇，要换要换无？五、红点嘞，4、3、2、1。哦，大，嘿，大厝，大家。哦，嘛袂歹哦。嘿啊，家钱还差足济。伫遐你家己。出去，家己行。大厝，大厝，歹摒扫，食甲收好，惊血压高，水尾对人走。大家就是。新妇，大家。哎，我是新妇，伊是大家啊。大客是啥物意思？大客就是。哦，我知影。你就是大客。我就是大客。因为我人就大长的，我去到领导，我就是大客。大家即摆知影，我这个队长嘛是做啊足辛苦啊。你也看三字拢真有道理吼，就敢若这个客，啊，不过无定就是对的哦。我来问老师，安尼对唔对？唔对。中到底什么字咧？当类的歌拢唱啊，讲唔对。所以老师中是什么字上妥当？中咱要爱的是迄个顾哈，比如讲顾门，对，顾门嘛吼，甲门顾好啊。唔过伊就是迄个顾门有两种意思，看你中的连结符号有无。你若真正是顾门，唔是去顾窗啊，唔是去顾便所，迄个就是做动词。啊，另外讲伊的工课咧讲顾门。吼，迄个就是另外一个词，有连结符号。啊，即款共款啊，你顾客，咱一般是讲人客，吼，顾客人客拢会当收。啊，过来是顾厝，共款你是若真正顾，就是顾的是厝，毋是顾会园，毋是顾公司，你就是免迄个连结符号。啊，若准讲即个人就顾厝。是一个迄个个性，吼，咱就是爱连结符号，啊，顾家嘛是共款，吼。所以连结符号就是足顾厝，迄个人足顾家，嫁到即款的查甫人可能会足幸福的安尼。是，所以迄个字就是顾啦。对，啊，罗马拼音因为有连结符号无，佫有差别，所以看字咱佫爱看音，安尼嘿，较当甲迄个意思较袂走精去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哦。
我已经真熬啊，大家真厉害。就大家拢会使睁眼说瞎话。我会使唱歌咧。大家拢真厉害。好，嘛是来看分数啊。好，先看阮这边，台语我哈嗨。哦，即嘛是0分，无紧啊。不要紧，咱唔爱演技哦，看不拼。好，来，咱朋友最顶拼咧。这条2分咯。所以5000块的奖金在对边。伫咱朋友做阵拼。好，咱搁继续哦。好，唔通演技哦。今日的第2回合，抢答定歌机。抢答定歌机，2队派出1个人来抢答，讲出正确答案的人就会当得到分数，拢总进行5条题目。嘿，抢答定歌机。台语安怎讲？哦，今日台语嘛是Kevin讲吗？是。哦，原来Kevin 是一个外国朋友。是的。好，伊会伫外口看物件，啊，若较唔知影啥物件，伊会来问咱讲，这什么物件安怎讲？好。是。即马咱就先甲分数提起来。加油！好，一定爱对，一定爱对，安尼咱就会有摕奖金。嘿，你会搁较甲我讲。好，来，来，手放在另个顶面，听我讲，请手答咱才会当试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未来这个来我是你巴西来 Kevin。今日是后来到这个好山好水大日头这个所在，什么所在呢？我来到澎湖。好，啊，咱来看卖澎湖有啥物有趣味的台语题目，好不好 ？Let's go。很好，然后右脚帮我往后转。对，没错，你帮我把左脚转过来一点点哈。对，没错，好，我们等下抬头挺胸的站起来哦，哈，好，走。对，再高一点点。各位观众朋友，拄则这个教练咧甲咱教吼，咧耍水的时阵，你爱注意什么款的点哈？所以我来甲恁示范一下，来恁看卖哦。一开始吼，就是这个手把吼爱先换好，啊，过来吼，第2个就是爱蹲，爱蹲。啊，迄阵吼，若开始咧扭的时阵吼，你就爱淡薄安尼徛起来，啊，唔通拢总徛起来哦。好，安尼我要来出题目，请问这个动作蹲的台语安怎讲呢？请问蹲的台语安怎讲呢？嘿，蹲的台语哦，蹲哦，哈，来，咱请手答。哦，来，乌酸，苦，确定？对。好，来，老师是不是苦？苦会使。哦，来分数。有一记就1分咯。好，来，咱听老师来解释。好，这个华语伊叫做蹲，啊，毋过伫咱台语有足侪种意思吼。啊，咱先看表面动作吼，就是讲你若是叫伊紧安尼弯落去，吼，准备要较低安尼吼，咱会叫做箍啦，先箍了，吼箍了。啊，毋过你若真正已经定位啊，譬如讲你就是箍伫遐。食便当也好，吼，徛伫遐看路人的人也好，吼，所以迄就定位啊。啊，毋过一般有的人都拢无啥分啦，吼。啊，煞了就是你若像摊多迄款深蹲，吼，咱就可能阁有另外一个较专业的词，叫做徛马式，还是徛马式，因为就是那咧徛是徛好的徛，嘿。所以，我想迄个词可能伤过困难啦，所以咱用躯这字咱是会当接受。啊，另外迄个躯伫遐，也是箍伫遐，咱一般讲啊，你若准讲迄个公司，你着罔躯罔箍，吼，迄嘛是会当用迄个意思，就是点带迄搭遐，啊小可会当安心入命，着伫遐做罔做安尼，嘿。老师，我有一个字想要借问一下。好啊。是干那你的头的方向尔，
嘿，就是讲你头安尼压了，啊有当时可能腰嘛会小可弯了，啊毋过咱迄个举着你的脚头有落去安尼，啊举了慢迄个动作伫中遐安尼，毋过一般人话拢无分甲遮清楚。嘿啊，所以你爱其实迄个区，所以你会区变数嘛。你一定是定位啊，较伫遐做迄个动作。嘿啊，不过你后来嘛有人讲区变数啊，嘿，所以无啥分，啊，毋过实际上有小可有分安尼。嘿，好，谢谢老师。哎，咱个学着啊，吼，嘿，咱个加油，吼，加油哦！来，今日换人。哎，我唔知伊会用遮简单呢。阿姊，但是他拄啊讲迄个压哦，伊就是一直咧压，伊别咱拢安尼。我就是讲你要讲我苦了，我爬袂起来。我就是安尼，我骹头较歹啦。之前拍篮球。所以讲你就爱形成阮这吼，路开。安尼就好啊啦。嘿，阮普上的嘛共款啊，吼，拢讲共款拢路开较好。路开，变呢。对啊，你啥哪来台湾发展的？我是伫台湾读书。读书。对，我爸爸来台湾，是在阮妈妈，我伫台湾生出来，转去马来西亚，几个月以后我就转来台湾啦。咱即马上重要就是把分数提起来，好，这是上重要的。加油哦！你较悬，你拍的时间，你唔通袂记拍篮球的？拍篮球，手偌紧你太多干迄中枢神經較緊的。而且拍篮球伊较早啦，就无拍。伊即摆管人拍篮球的啦，伊可能会管你，伊可能佫袂负起。对，爱动作，爱动作。来，手跟个两个点名，听我讲，请就咱当记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哇，即摆换我正要准备要入去水内底啊！较定的这个活动项就是叫做划水哦。你看哦，我两个脚拢已经白足暗啊哦。有淡薄紧张，啊，毋过足期待的。拄只迄有够忝的呢。好 ，OK， 我先来出题目。请问划水的台语安怎讲呢？请问划水的台语安怎讲呢？就是唔知啊。杨哥，你感觉是安怎讲？划水就是简单啊啦。英文叫微博啦，台语我真正唔知。你去耍微博。若到热天，就想要去耍水，恁敢知影划水的台语要安怎讲呢？划水台语哦，哈，请手等。哈哈来，卖烧。你想讲我是恐龙是咪老婆？恐龙。神经较远啊。对，但是唔知啊。杨哥，你感觉是安怎讲？你咧划水。划水就是简单啊啦。划水。老师，划水对唔对？无啥适合。无啥适合啦。来，我嘿来。英文叫微博啦，微博。咱用耍这个用耍微博。微博。水。台语我真正唔知，你去耍微博啊？你去耍微博？哎，你等下讲者，即摆什么时代？我你跟你讲这，你讲微博的话。你才是白都买得啊，对水，哇呀，微博啦，好，微博，没办法，落来吧，赶快。来，老师，微博对唔对？那唔对呢？这哪对我给这刀给夹落。因为咱无
定你讲啦，咱无定你讲，你听老师讲一摆，你就应该知啊吼。来，老师，啊，拄则就是讲迄个骨水还是花水，迄是较直接翻过来，不管是文音嘛白音嘿。啊，咱是一般来讲，因为咱有迄个教育部伊才有收迄个初试嘛，就是滑雪，所以咱爱出水。出水哦。嘿，啊，而且迄个音调爱互对哦，因为第一条是出嘛，啊转第7条，所以出水，唔好变储水，储水是讲抓水，还是厨房啊水？嘿，好，谢谢老师。老师哎，其实安尼嘛，趣味嘛是学着，英文嘛重要，哎，台语嘛重要啦，是，好，不要紧，拢无。安尼啊，白手啊，好，白手啊，好，咱个来，谢谢。两边拢继续加油啊，好，来，今年换人。来。后一题应该是不较简单，较简单啊，嘿，拢免烦恼。好，好来，手放在另一点面，听我讲，请手台湾带当起哦。好，若搁讲落去，两个都唔知要去倒，目睭一直乱去。嘿，好来，咱请出题。各位观众朋友，我拄则咧耍迄个滑水时阵吼，哦，够刺激的呢。啊，毋过我一直跋倒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的平衡无够。来，我来出这个题目，请问平衡的台语安怎讲呢？请问平衡的台语安怎讲呢？是平衡的台语哦。好，来，咱请手答。好，来，加油！平衡，平衡，讲平嘛，平衡，试看卖啊。平衡，老师对唔对？唔对。来，机会来啊哦！挑灾，嘿，挑灾就是平衡。哦，挑灾对，灾。哦，是，好，确定哦，确定。好，来，老师挑灾对唔对？唔对。伊有一个讲法，吼，不要紧，咱听老师安那讲哦，吼，来，老师。好，因为迄个徛好在，你有可能直直，我嘛是徛在安尼，徛好在，吼，徛好正得人听安尼。啊，不过伊这是需要动态去看你的迄个咱的答案是平衡，看你的平衡力有够无？嘿，啊，另外就是讲，有当时你若咧亲啊，两边讲要爱。亲落好，咱可能会讲平帮，所以迄款平衡甲伊拄则迄款的无啥共。啊，不管倒一种，咱用文音来读平衡，就较嘿，对，是，就较稳当安尼。是，因为咱毋捌定下伫讲这，啊，不过你家想起来，念起来敢若真正有影较会安尼感觉，较会平的感觉，吼，平衡，哈，不要紧，咱阁有两位呢，惊啥？加油！嘿啊，吼，来，咱今日话来。其实啊，即马这两位哦，其实是台语的爱用者。爱用者哦，就第一个哦，其实拢是为了教育。哦。嘿，像咱老师，吼，咱王老师，东哥，嘿，东哥吼，伊就是因为吼台语，伊想要甲推广。是。佢要大家拢讲台语，伊去加油站，吼，去迄落便利商店去做迄落啊服务员的时阵，我来讲，伊拢甲人讲台语。哎呦，是毋是你是安那要用安尼这种方法？因为吼，即摆少年家啊吼，咱来去甲伊加油吼，啊是迄个去便利商店买物件时，伊绝对问你，迄服务员伊绝对问你9295，安尼袂有啊。咱即摆就甲讲95、92、92路卡在距离遮。伊就会听。哎，啊别个人客户来听会到。是。啊若无哦，你要用少年家来甲伊讲吼，台语那是无可能的代志啊。哦。迄你讲9295先生9295。对，安尼加满嘛，是，无唔对。咱来先讲，先下手为强啊。哎呦，不过咱嘛是用心就好啊，就是因为有的人无想要学啊是啥，不要紧，咱莫强迫。啊，你若感觉阮嘿9592真好听，啊，你就教阮学一个，安尼就好啊，是嘛，莫甲用强。无啦，无强啦，咱先下手为强啦，咱先讲啦。那我会甲讲，阮对面阮的迈克嘛是真古锥。迈克，你自细汉就开始讲台语吗？对啊，自细汉。是幼稚园的时阵才开始讲。幼稚园的时阵。对。听讲你幼稚园一下课了，转去就是爱讲台语。一定爱讲，还无去用拍。就像拍。
老爸老母会拍。我以前是罚钱呢，安尼你较粗残，你较粗残，你哪管用罚钱？嘿，你老公妈妈都罚钱。老爸老母规定啊，规定。是，爱用者爱用者。无唔对，两位爱用者，是真好。感谢您，感谢您，嘿，继续甲阮推广的咧。没问题。好，好来，手放在另个店面。加油哦！对对啊。嘿，听我讲，请手搭加。嘿，好来，我要出题哦。来，咱请出题。各位观众朋友，一般吼，咱若要入去水内底吼，像咱今仔是去滑水对唔对？对。啊，我知影吼，这咱的工作人员吼，伊拢爱摕手机啊，不管是要去啥物所在，摕手机啊，所以特别准备这个防水袋。啊，这个防水袋内底放啥物件？我来看一下。嘿，这有收音的物件。哦，收音的物件。啊，还有手机啊。手机啊，你看，大摆咱摕手机啊。对。是为着要翕相啦，对唔对？对。啊，好好，安尼先来出题目好不好？好。请问防水袋的台语安怎讲？下来，手准备好哦，手准备好哦，吼，来。上回咱搁讲一摆，请问防水袋的台语安怎讲？来，防水袋的台语哦。好，来，咱请手答。Michael。防水袋啊。防水袋啊。确定。好，来，老师是不是防水袋啊？会使。哦。我刚刚。来分数。叫你滴了酒呢。别啊！是。好，来，咱听老师讲。佫有啥物会当安尼讲吼？来啦，我想就是防水照入面啦吼，啊，因为伊是一卡镜尔嘛吼，所以咱的防水袋还是防水袋啊，拢会使。啊，另外因为伊较特别，伊是特别是咧水内底，所以若像一只安尼伫遐漂流，所以咱买当叫做漂流袋。哦，漂流就是 waterproof bag。哦，漂流袋。防水袋啊，嘿，是。唔通演去，咱即马1比1啦哦。比手。吼，刷来去就是要拼输赢哦。好，来，咱今日换人。好，来，两位上尾啊一位啊哦。对，提醒一个吼。哎，即马差1分嘛，1比1嘛，所以赢的就会使摕到1万块。哦。看你咯。哦，安尼互压力呢？一定爱啊！哎呦，这两个拢老性格啊！来，问一个，红丁哥哥，你倒位啦？高雄嘛？戴老师赶快。是，不过你无什么 Q 呢？嘿，你无什么 Q 呢？高雄无 Q 啊。高雄无。宜兰有 Q。阮宜兰，我即马拢无 Q 啊。宜兰敢有 Q？宜兰还好，高雄应该有 Q 咧。伊家有 Q 啊。我阮家人有 Q 啦。哦，嘿，Q 啊，我无 Q。你嘛无 Q？我无 Q 啊，吼。对，你嘛无啥 Q 啊。全台湾拢无 Q，大家拢足水的 Q。哦，拢无 Q 啦，拢无 Q。台湾话哦，上水的啦，每一个所在 Q 拢足好听。像阮宜兰就真好食，真水。啊，恁高雄，啊，恁高雄啥？恁高雄啊啦？真水啊，嘛是真水。嘿啊，伊无咧腻啊，嘿啊，伊拢真水呢。啊，家人甲阮宜兰较熟。好来，即马这阵拢恁两哦。哎呦，来哦，手铿哦，加油哦！听我讲，车手大咱会当试哦。好，来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咱大家知影吼，若来到海边吼，会一直晒日头。啊，晒日头了后，你若无做这个防晒吼，就会去泡乌还是去泡伤。所以一般呢，你会当抹这个物件，这就是芦荟吼，这芦荟就会当呢，看卖啊，这缓解安尼哦，就爽快哦，赞。啊，咱今仔日哦，拄则咱抖音吼，咪去拍安尼，你看卖。哦，规个片安尼拢红起起，你看卖？以后就疼的哦，安尼，无要紧，甲你抹一个吼，来，无要紧，这抹一个就好啊啦吼。好，哎，甲你抹一个啦吼，来，抹，对安尼，较爽快对不对？对，足爽诶。对啊，爽快哦，赞哦。对，安尼记住哦，后摆若来海边啊，一定要买这芦荟。请问芦荟的台语安怎讲？请问芦荟台语安怎讲？是芦荟哦，芦荟台语安怎讲？请手答。哦，来，芦荟，来，确定哦。老师，阮红丁哥哥安尼讲会当无？芦荟，彩电桂冠。安尼啦，分数。
终于得到第2分咯。好来，咱来问老师正确，佮有啥物通讲法？吼，来老师。好，迄个罗伊是第5条，啊，毋过咱台语内底有足侪词拢惯系讲第3条，吼，所以即个罗会，你若照迄个变调规则是爱罗会，啊，毋过咱一般人拢讲罗会，像图书馆、电理啊安尼，吼，这拢是共款的，啊，毋过即届真正有腔，咱若因为遐是平湖嘛，吼，所以因有当写罗话。啊，迄个罗因的迄个第5条因会变较悬调安尼罗话。对，我毋知我发了有准无，毋过因遐就有另外迄个腔口差安尼。好，谢谢老师。来，咱请回看一下分数哈。来，咱先看咱台语哇哈哈的分数哈。来，今晚有2分咯。嘿，啊那这边的朋友咧，嘛有1分袂歹哦。所以讲这个回合的奖金你对边？第2人哇哈哈，得到1分咯。好，来第3回合斗阵拼输赢。斗阵拼输赢，拢总有5条题目，2队家庭10个人斗阵上台回答，若是答唔对，就会失败。进行5题了，最后生存落来较侪人的家庭就赢咯。这个回合吼，拄则的回合吼，拢是用手紧就好，啊，毋过这毋是，这爱用了要用一下头脑者，因为咱做阵的时阵吼，咱就袂当讲规个人啊跑过来了，咱规个兵就拢甲过，咱一定要甲伊风险甲分开。是。吼，啊，因为咱这个回合就敢若3个答案，就是 A、B、C， 嘿，尽量讨论，啊，甲这风险拢甲分开啊。啊，听我讲，咱试答案的时阵，咱甲试哦。好，来准备好哦，小伟，咱请出题。请问，若是讲一个人好喙斗，代表讲伊是啥物款的意思 ？A. 讲话足甜 ；B. 食啥物拢好食，袂惊食 ；C. 厝内真好野。安尼就是表示讲拢大家拢确定把握的哦。吼，你嘛是感觉是 B？ 因为大家拢讲我都是一个好喙斗，无我是安怎生在安尼咧？好，来，正确的答案是好喙斗是啥物意思？广告回来报你知哦。好，来，有10秒的时间，紧嘞哦，好喙斗哦，是讲话甜，还是讲食啥物物件拢袂惊食？是，吼，还是讲咱厝内真好野？对，来，好来5、4、3、2、1，好来，时间到，咱请示答案。安尼就是表示讲拢大家拢确定把握的哦，吼，你嘛是感觉是 B？ 对哦，啥物物件拢袂惊食？因为大家拢讲我都是一个好喙斗，无我是安怎生在安尼咧？如果我看你食物件，啥物货拢好食，嘿，所以讲真正是好喙斗哦。是。好，来，我要看答案嘛哦。好，咱来看这了，正确的答案是。B， 好，恭喜5条命留咧，5条命嘛留咧。好，来，咱听老师解释。迄个喙斗喙，伊用迄个鸟喙迄字，吼，因为咱人迄个喙的那鸟仔喙安尼吼，啊，迄个斗的意思就是即个所在当食物件安尼吼，所以喙斗。就是这个所在，啊，然后伊好喙斗就讲啥物拢缀会入去真好，啊，所以伊的倒兵词就是讲，这个人若足够经东经西，吼，啊，足歹款待，食啥物都拢袂夹喙的时，就讲伊歹喙斗，嘿，歹喙斗，啊，所以这真好来理解。啊，第一个讲话足甜，咱会讲好喙水，嘿，就是讲伊讲话用词啦，还是足够共保守啦，还是
佫会当互足欢喜安尼。啊，另外迄个厝内真好额，咱讲的就是好额啦，吼。啊，迄个额是迄个钱额的额，啊嘛是头壳遐的遐迄字，哦，所以分路清楚。是，多谢。好，麻烦咱来后一题哦，甲我试一个后一题，咱佫继续哦。好，来，上位咱请出题。请问台湾本岛东边上东边的点是倒位咧 ？A. 新北市孔仔寮 ，B. 台东三仙 ，C. 宜兰苏澳。好，来，恁有10秒的时间，来紧的哦，是新北的，还是讲咱的台东，还是讲咱宜兰？来哦，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来，时间到。哦。来 B C， 好来 B C， 哦，你感觉是宜兰州？唔是，上东边因为咱遮有一个导游，对无？伊是带外国人去佚佗的，伊是英文导游，所以咧，咱就听伊的话，伊讲是 B， 但是伊最后佫甲我讲。对啦，应该是啦，我就想安尼好，安尼我伊拢是 B， 我来试一个 C 哦。来，分开一个啦吼，是，我问一个阮董哥，你选台东？嘿，对，哦，啊，不过我嘛是感觉讲吼，爱较保稳的，哎，哦，目定就是说是，所以讲是3、4个 B， 3个 C 啦，吼。啊，咱这边就是2个 B， 3个 C。来，我要问一下，宜兰伫遮嘛？是宜兰伫遮。所以我讲台东三仙应该是这边这伫遮个所在，所以我选 C， 但是伊甲我讲是 B。哦是，所以咱就分散投资。恁捌去过遐受唱水味无？咱是去家人唱水，是家人。对啊，阮水饺哥哥嘛是 C 嘛。因为台湾的地图啊，是一个迄个汉字的形嘛，所以伫这个所在敢若较朴出来，所以是毋是较东边？是。啊，甲台东是毋是求倒落来？你用咱的地形来看的啦。对啦。啊，那Michael你比？算上东边的所在。上东边的。对啊。是。哦，因为咱就是台东嘛。对。啊，咱来看咧，应该是台东上迄边的，上东的。对。哦，好。正确的答案是。哎呀，是不是？哎呦，离咱上近的啦。后来这边的来全部拢甲赛会，嘿，失败，拢是失败。嘿，来这边嘛甲失败，真可惜。第一个就是讲，因为咱台湾就是小看伫个迄个花菜列岛遮，咱算做小看弯弯安尼，好，所以其实伊虽然叫做台东。伊无去甲你算经纬度，是，所以你敢若看到是台湾这粒汉字的正东边遐吼，所以迄个台东这个是真正咧甲你骗的吼。虽然伊个通出去害人吼，毋过迄嘛是无算吼，所以经纬度内底伊是无算，咱要算上东边爱算伊的经纬度，啊，所有迄个甲落来啊，所以你若用即个台调的迄个方法，你应该会当选到即个孔仔寮，吼，啊，伊即个孔仔寮来讲，伊就是伫个上东北边，伫个迄个福联里遐，因为福联遐吼，遐嘛有学校，因遐的学生囡仔拢爱落去唱水味摕毕业证书，吼啊，所以因迄搭的囡仔其实对海感情足深的，啊，毋过因的生活是较倚近宜兰。嘿，啊，所以就是讲，迄个东北边迄个所在是较特别。谢谢老师，来，咱来看一下分数，哈，来看阮这边，哈哈这边咧，即摆哈袂出来，零个，一个拢无。好，啊，那咱这边的咧，朋友的，朋友最近死了了，嘛是零，啊，毋过拄来奖金呢，头2回合累积落来，咱这边吼奖金是1万。哦，啊，那咱朋友的咧，这边有5000。哦，所以奖金悬的
哈哈，这边也使进入咱的迄个俗语我来bài。好，咱今晚马上就来去摕奖金哦。好，进来去咱的俗语我来bài。俗语我来排，拢总有5组的题目，大家轮流甲正确的俗语排出来，剩的票数就会使换做现金，1票1000块，奖金就互恁全家砸转去。嘿，俗语我来排。全家抢奖金咯！起码哦，上珍贵的就是这1万块的奖金，一定爱珍贵，爱保守。啊，甲全部摕转去。不过你看1万，啊，才几秒呢？10秒呢？10秒呢？系啊，伤少。落来就袂赴啊啦，安尼要安怎？系咱制作单位有交代，佮送伊30秒啦。40秒哦。40秒。哦，安尼时间足够啊吼。不过内面哦，在拢是咱的台语正理哦。对对对。吼，啊，咱通下讨论，通下讲哦，吼。啊，袂使替伊试哦，你爱甲讲。你爱家己试哦。好，准备好啊！好，咱车开始。来。什么公就大？家己讲，不是家己，嘛不是。倒开要来抢奖金咯！这队会当提走偌济奖金嘞？来。什么公就大？家己讲，不是家己，嘛不是。家己，好，来，倒掉无什么？倒掉目水，然后正确过来，千胜万胜，什么题就会？唔得，然后正确过来，再题就会。金山错无菜，什么？金打，然后打无水，正确过来，拍人花，救人，好，这个。台语老师真正厉害。好，第一个甲天公借胆，一般吼，你胆是家己的，啊，你搁去借别人的胆，啊，竟然搁借甲为天公去，你真正是足大胆的哦，就是无法无天啊。啊，然后倒掉无目水，迄个倒掉就是该关起来，啊，迄个头下底嘛。啊，你本来徛起来就讲袂出啥物物件，啊，倒掉搁甲你咻咻的，你搁嘛是无目水，目水就是代表你这个人的学问，所以安怎用都是迄个纸无就是纸无油安尼吼。过来是迄个千算万算唔达天一话。好，咱知影即个就是讲，人算不如天算嘛，高算唔达得拄长，所以迄个台南的天公庙有足有名的一字匾，吼，就是叫咱人吼，去面对即款无常，也是讲家己去拍拼，吼，天公自然你做好代就想你安尼吼，金山错无茶，恁兜就住伫山骹山顶，你竟然。讲你无茶通好找，吼，啊，佮走去别位去找，吼，啊，迄个近水，近溪淡无水，吼，也是讲近水，掠无鱼，拢是同款的意思，就是讲，伫住外海遐近啊，外溪遐近啊，你竟然无水，也是掠无鱼安尼吼，所以即个人可能是做代志，就是颠倒病，吼，无去注意到家己有利的环境，吼，过来是拍人话救人，一般来讲，红拍的人会话救人，毋过伊真共拍，搁伫遐惊遐讲，伊甲我拍，所以即款人就是讲假仙呐，也是讲足无品的，对。好，多谢。好，谢谢老师。谢谢老师。好，来，上重要的是即马奖金搁偌济咧？应该剩12秒，无扣到10秒，所以奖金够1万块啦。好，你大概来拢有奖金哦。好，咱即马今来去颁奖。来，今日颁奖哦，来恭喜恭喜！哦，这水长袂歹哦。OK，不要紧，咱这边嘛唔通演去，咱过来就好啊。对无？因即马摕1万，恁后斗来3万5摕转去啊。等啦。其实啊，真正若要搁较了解台语，阮这个吼，专家有地位有 app 哦。是。嘿。咱即马 app 内底吼，除了头前迄几柜内底所有的优惠，搁有即马上新的，就是拄仔恁算的。
俗语我来排，内底就有咱全部的题目，你厝会使搞好好啊练习，到时阵足厉害，就会使来遮抢奖金咯。是，好，今日还谢谢咱的国文老师哦。感谢咱辛苦的国文老师翁秀荣翁老师。再给5滴会。到底变得